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跟嘉浩学习汉语的夜读节目，我是嘉浩，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共读今晚的夜读。今晚向大家分享的文章叫做《一直爱一个人很难吗》？我们一起来听。这些年看着身边的朋友在爱情里吃尽了苦头，突然间觉得感慨，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爱情，有的人怎么找也不合适，有的人找到了却不珍惜，还有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觉得那是爱，直到后来遇见了新的对象，谈过了几次匆忙的恋爱，才知道从前的人有多好。工作中认识了一位朋友，无论是相貌还是能力都挺出众的，在他身边优秀的女性也不少，但他的心里永远都只装着两个女人，一个是他妈妈，一个是他老婆。有人问，难道你就不会对其他人心动吗？他说，心动不是爱，心定才是。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好人有很多，但能陪你一生的只此一人。如果你害怕失去一个人，你就不会给自己任何理由去喜欢别人。一直爱一个人很难吗？其实不难，只要你拿出全部的真心，只要你足够忠诚，足够有耐心。就像王小波学过的一句话，我会不爱你吗？不会。爱你就像爱生命。能够和喜欢的人一直在一起，哪怕会争吵，平淡点，这些都没关系，因为爱本来就有矛盾。无论你遇见谁，和谁在一起，都免不了会有不愉快的地方。难能可贵的是，有人看见了你全部的缺点，却依然笑着跟你说着喜欢。愿你能遇到那个爱你如生命的人，他会一直陪着你，直到时间的尽头。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读，今晚向大家说一声晚安，祝大家好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